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，搁一摆出现着行人地狱。伫个台中线6个沙田路，这个姑娘啊要过一个无青红灯的路口，伊徛伫个斑马线，安尼倒看正看，看大约18秒，有25台车驶过，无甲一台车要让伊过。伊离到车较少路，有人旁路，伊赶紧来行过。 但是想袂到，敢若差一步就要行完这个斑马线路，煞互一台徛正紧、徛到有个机车甲弄到，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。 查某囡仔徛伫咧斑马线顶悬，想要过马路，伊先看正边一台搁一台机车，刷落来搁看倒边搁驶倒来，车辆是一台接一台，而且速度拢真紧。因两边看18秒，总共经过25台车，煞无一台车愿意让伊先过。后来等车较少淡薄啊，伊赶紧把握时机要过马路。过马路的时阵，搁不时注意到来车，伫咧车阵内底行甲真犀利。想袂到，就伫咧差几步要过完马路的时阵，倒边一台机车向闻出来，伊当场去轰弄掉。迄一转啊，就是咧斑马线行起啊，这到机车甲弄过啊，当然是惊咯，啊，我哋机车拢大家拢徛足紧的啊。 车嘛，大家安尼驶足紧的。等来到车祸事发的地点，就伫咧台中线6个公电路边，就是病院附近，阁有真侪店家非常的热闹，有真侪民众要过马路看医生，或者是买物件。因个路口煞无青红灯，敢若会当冒险伫车阵内底弄。这车每天都很多，对啊，所以如果没有号志，你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过。我会觉得应该要设一个红绿灯，应该。 对，现在才走路才有保障。民众过马路过家时心惊胆吓，这个查某囡仔去互机车弄到，造成伤手，也有正边的盆卡骨骨折，好佳再是无性命危险。双方均有受伤，行人全身擦挫伤，意识清楚。警方讲，行人要过无青红灯的斑马线，骑机车拢应该爱减速豆啊驶，而且爱先让过路人行。机车的骑士伫咧斑马线顶悬弄到查某囡仔，必须爱负起全部的责任。警方 也可以按照无先让过路人行，加开3600个罚单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